今日我听大家咧分享，我有我的感动啊。我来教会要超8年啊吼，我是按别个教会过来。我是感觉讲，今日牧师出的题目，我每个都有感想。吼，我感觉讲，我为什么来分了比教会？我感觉讲，这你可能拢听过，我以前捌分享过嘛吼，因为生理关系吼，所以阮今仔做治疗，爱介绍恁来遮。但是我来的时阵，我看逐个兄弟姊妹，迄阵咱逐个拢真有感动，因为迄阵爱餐真正是足辛苦，逐个啦佛祖做甲足辛苦的。我感觉迄阵，互我足大的感动。因为我感觉讲人啦，咧去服侍的时阵吼，迄个感动莫甲消灭，毋通讲毋好啦，莫做啦，迄因为有感动，莫甲消灭。你即摆尾仔，咱慢慢，当然咱真侪因素尾仔无爱餐啦，但是我感觉讲吼，无爱餐了，其实因为我迄阵有参与一组咧做，我感觉讲其实逐个去服侍内底吼，做甲真喜乐的，而且那种感情是不一样的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在服事中，我们会得到一种爱的那个传染，然后我们大家真的是很火热在服事，那个是很难得的事情。当然，咱到尾也是很多种原因啦。那现在是大家都年纪也慢慢大了，真的也是太辛苦了。我是感觉讲，但是咱虽然是这个爱餐上没有这方面的服事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别的服事中再把我们这个火热的心都甲点燃起来。因为咱的体力即马无法大嘛，但是咱还佫有法度做别种的服侍，咱逐个爱去迄落。我今日听着足侪人分享吼，互我一个感想是安尼啦。我是感觉讲吼，咱每一个人吼，咱的朋友中的交往吼，我们往往都看到他的那一面。有些人是看到他最好的一面，有些人是看到他最坏的一面。所以一个人吼，比如讲，今日我，有可能人讲我真好哦，有的人讲伊真歹哦，其实都有。我这样听起来都有。我感觉讲哦，咱去教会内底，咱来学习一个，咱甲咱的目睭看咧上帝，咱注目甲上帝，毋好注目人。咱莫讲因为即个人吼真好，所以我要爱来这个教会。因为我来这个教会，即个人我感觉真爽快。有一天咧，迄个人别人若互你无爽快，也是讲迄个人尾仔要做一个代志，互你无爽快，我歹教会啊，因为迄个人我无爽快。咱来教会变讲是为着某一个人，我感觉迄拢对咱的信用拢足大的阻碍。我是感觉讲，咱的目睭爱看伫上帝身上。咱人拢无完全啊！我今日安尼听起来吼，足侪吼，因为我来变你风风雨雨，我也听很多啦。我感觉讲吼，每一人拢有长有短，咱拢无完全，所以咱也莫去共论断，莫去共讲啥物话，因为咱家己也无完全，咱也有长有短的所在，所以咱拢是看伊好的所在。咱咧，即个人有可能得罪你，你看咧愈看愈气，像阮翁。伊足食要拢讲我看迄个人足袂顺的啦。我讲吼，你莫安尼讲哦，无定有个人若看你足袂顺的呢。我讲吼，你看伊好的，你看伊好的所在，你甲放大；伊歹的所在，你甲缩小。伊讲，我无法度啦。所以我就讲，咱的教会内底，咱的信用，我感觉咱来互相去鼓励，咱去看伊好的所在。因为咱每一个人真正拢无完全，所以我是感觉讲吼，这是咱伫教会内底，咱逐个爱学的功课，真歹学。像我看咱普通拢是咱的配偶，咱上了解啊。有时咱会看到伊足无好的所在啊，伊的缺点啊，但是有时就是爱去学习讲，爱看伊上好的所在，甲放大。所以我讲吼，咱教会吼，就是咱去学习要安怎三听，听讲介简单啦，但是吼，要去听一个无可爱的人，迄就是足大挑战。若是咱学习的对象，但是有时我拢会感觉讲，我甲阮翁开玩笑啦吼，讲
上帝就是甲你放入我身躯边哦，互我足大的操练。对啊，所以你会进步啊。所以我就感谢主啦，感谢主啊！我感觉讲，伊虽然哦有一站离开上帝吼，对教会内底就是看到无好的所在，吼对牧者有一寡无好的所在，吼啊，所以离开上帝，离开8年，啊，这8年我拢无离开上帝，我拢有去聚会，伊就足无欢喜的。啊，我离开你哪会使去？伊就迄种觉得我不跟他同步，我不尊重他，我不那个啊，当然，互我足大压力。我感觉我足大压力，所以我做来计欣赏讲，有诶是基督徒诶家庭大汉诶囡仔进来教会，拢无阻碍，无啥货，真好。我感觉是真好，但是我也是感谢主讲，因为安尼，互我诶信仰搁较坚强，搁较坚定，我当仰望是上帝天国。啊，我就感觉讲，咱逐个拢来教会吼，咱互相来扶持。我感觉咱人做软弱，咱互相扶持，互相鼓励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卖伤有无好诶代志，咱用婉转的方式讲啊。我是感觉讲吼，婉转的方式，啊，会使讲出来，安爱心说诚实话。我相信你留迄个疼心吼，人会感教你的疼心，毋是去论断、去批评，你是疼心讲出来。我相信上帝甲咱帮助啦，安尼，谢谢。